中华新港出产的红蒜头当日采收，农民表示讲，今年蒜头熟度真好，价销甲去年是差不多，以前一个1斤60块到80块。不过受到这寒流影响，加上愈来愈少农民种蒜头，产量也较少挂。嘛，因为这个新港蒜头较早出品质较好，采收期捌着贼头。河北警察分局也启动护农专案，加强巡逻。农民掰开蒜头，红色的外皮，这是中华新港出产的红蒜头。农民表示，今年的蒜头熟度好，拢有铺班，价销甲去年差不多，维持伫1袋斤60至80块。因为南方今年有开无，顺啊开，所以蒜头的熟度拢较好，啊嘛收果啊。伊无熟果的时阵，个熟度袂好，你会知？伊个蒜头的拢发尾过去，无迄落头，所以开的时阵，个像膜啊会足够的。中华新港因为外海寒冷温度低，加上种的土是山土，种出来蒜头气味芳搁咸。不过因为气候反常，原本这个月蒜头得当收成，即阵要8到9月才有法度采收，时间拖伤长，愈来愈少人愿意种蒜头。种的愈来愈少，拢老岁啊，少年的无人要接。较早是拢讲7个月头就用咧收成的啊，7个月就算伊即种蒜啊算。所有的产量的物件，蒜啊时间上久。气候即马渐渐拢影响啊，这较悬，温度较悬，所以生产量少，啊少年的佫无接起，啊所以即马生产即马已经剩差不多20公顷左右，无以前差不多100多公顷。农民表示，种蒜头的成本愈来愈悬，材料贵个找无工，产量一年比一年少，嘛因为量少稀罕。过去采收期捌着贼头，农民损失严重。警察顶礼拜开始启动护农专案，加强巡逻，避免农民的心血因为着贼头而有去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